伫落鼓声当中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、台南市长王伟提等贵宾，恭请陈南马上新桥，炮声过后正式起驾。府城野马祖顶场，竞赛阵内斗热烈，52间庙宇的新桥，上摆顶头上千人，甲庙前广场客家满。400年前，荷兰人在台湾建了台南，所以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才迎马祖。台南市北举办野马祖意义相当重大，因为是台湾上早的马祖进香及绕境活动。这阵陈南马更是历史久长，为着这摆出巡，有信徒献上30万的金块甲珍珠，还有价值10万的手工名牌包。连新桥嘛用桥墩日节6的工艺重新打造。陈南马它原先的这个旧的轿子已经用了大概有150-160年的历史那也基本上也不堪使用。那所以在这一次刚好我们台南府城建成400年，那我们就做一顶新的轿子在为期2天的绕境活动当中，四殿大天后宫无奈延续府城传统的野马祖仪式，更让人看到济传统工艺甲文化资产，是市府文化局认证的第7间宫庙博物馆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